是咁的，最近睇咗《鏈鋸人》劇場版，無論係佢嘅漫畫定係動畫，你都會覺得作者藤本樹一係絕世天才，一係超級癲佬。佢嘅作品永遠都估你唔到，充滿住黑色幽默同埋電影感。但係你又知唔知藤本樹本人喺現實世界嘅行為藝術可能仲精彩、荒誕過佢嘅漫畫？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佢最出名、最搞笑嘅我阿妹事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文化綠洲。文化綠洲呢個系列旨在分享我覺得有趣嘅冷知識俾大家。如果同我一樣中意吸收唔同嘅冷知識，歡迎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。Let's start it。是咁的，喺佢漫畫爆紅之後，全世界 fans 都好自然想 follow 佢嘅 Twitter， 睇下有啲咩第一手嘅資訊啦。但係奇怪嘅事就發生啦，大家揾到嘅唔係叫藤本樹嘅官方 account， 而係一個叫做 Nagayama Koharu 嘅女仔。而呢位妹妹嘅自我介紹寫住佢嘅身份竟然係藤本樹小學3年級嘅阿妹。究竟一個堂堂嘅人氣漫畫家點解要扮一個小學雞同讀者溝通呢？而呢個驚天大騙局最後點樣玩出火，搞到要同全世界公開求救呢？今集就同我哋一齊深入了解下呢位天才漫畫家嘅內心世界啦。首先我哋起下底，睇下呢位小春妹妹究竟係何方神聖？呢個 account 唔係鏈鋸人紅咗之後先開，早喺藤本樹畫緊上一套神作炎拳嗰陣已經活躍緊。佢嘅人設非常完整，一個讀緊小學3年級嘅女仔，有個讀緊中學嘅家姐，同埋一個做緊漫畫家嘅阿哥，即係藤本樹。fans 猜測藤本樹借用咗《櫻桃小丸子》入面長山同學個姓，然後再幫呢個姓配上一個妹妹人設嘅名，最後創造出 Nagayama Koharu 呢個虛構角色。咁作為一個小學3年班嘅女仔，平時究竟會 po 啲咩呢？咁梗係 po 啲符合佢身份嘅嘢啦，譬如話係今日食咗雪糕，今日返學好攰，今日食咗菩提子，仲會 post 啲影到蒙查查唔知影緊啲咩嘅相。但係最搞笑嘅就係佢會用一種串嘴嘅口吻去評論佢阿哥嘅作品，例如佢會話阿哥嘅畫工好似麻麻地喎，佢完美 cosplay 緊一個同阿哥關係好好又中意窒下佢嘅阿妹，成件事嘅投入程度簡直係影帝級數。咁啲讀者同 fans 梗係唔係傻噶啦，其實大家心都估到90%，呢個係藤本樹本人喺度自編自導自演。但係最正嘅地方係冇人踢爆佢，成個 Twitter 嘅人都會好有默契咁同佢一齊玩呢場 cosplay， 大家都會好認真喺佢啲 post 下邊留言。小春妹妹你好，今日食雪糕開唔開心啊？幫我同你阿哥講聲加油。久而久之，呢個妹妹嘅 account 就變咗藤本樹嘅非官方發言人，成個藤本樹嘅吉祥物咁。所以呢單嘢呢，唔係一個禮拜一個月嘅捉啦，而係藤本樹自編自導自演，橫跨咗炎拳同埋鏈鋸人兩個時代幾年嘅大型沉浸式表演藝術。其實成件事都好地地嘅，大家都玩得好開心。直到有一日 Twitter 嘅正義鐵拳決定要制裁呢個小學3年級女仔為止。時間嚟到2022年嘅11月 Twitter 嘅 AI 巡邏隊終於巡到小春妹妹呢個 account。佢哋一睇，咦？呢條友自稱小學3年班，即係得8、9歲嘅啫。根據 Twitter 嘅服務條款，用戶一定要年滿13歲先可以註冊嘅。於是 Twitter 就直接 ban 臭啊！理得你係邊個阿妹啊？總之你未夠13歲就係違反年齡政策。小春妹妹個 account 就係咁樣俾官方凍結咗。呢下簡直驚天地泣鬼神，成個 Twitter 即刻炸咗。fans 嘅反應就好兩極啦。一半就係極度恐慌啦，心諗撲街啦，我哋嘅精神領袖冇咗啊！藤本樹嘅唯一官方發言人收咗皮啊！至於另外一半嘅 fans 就笑到撲街啦，心諗不愧為藤本樹啊，連個 account 結局都同佢漫畫一樣咁爆啊！自編自導自演玩到俾 admin ban 埋，天才操作，大家都瘋狂食花生，睇下呢個天才漫畫家今次點樣收貨啦！但係其實呢個時候啊，全世界最驚最尷尬嘅係佢本人啊！你試諗下，你係一個全球知名漫畫家，你用嚟同幾十萬 fans 溝通嘅主要渠道，竟然因為你扮小學雞，俾人收皮。佢冇得再用阿妹嘅 account 同全世界人講嘢，焗住要現真身啊，向全世界求救。於是喺妹妹 account 俾人 ban 之後冇幾耐，一個平時冇人理普通嘅 fans account 突然之間向全世界發出咗一條史上最狼狽嘅求救信號啊！
一個之前零人理就係叫做藤本樹嘅 account 突然出 post， 內容就講到話佢係藤本樹本人，嗰個 Nagayama Koharu 嘅 account 係我嘅，請大家相信我。咁但係啦，當時全世界 fans 嘅反應係：你又係乜水啊師兄？有一個傻仔想出嚟抽水，你話你係藤本樹啊？我夠話自己係 Akima 啦，根本就冇人信佢啦。藤本樹俾人逼到埋牆角，焗住要出終極殺手鐧。隔咗一陣啊，佢直接 post 咗一張鏈鋸人從來冇公開過嘅初期設定稿啊！張相一出咗，成個 Twitter 又炸咗。哇！真係未見過嘅設定圖喎，佢老味真係本人喎。咁喺呢場大型自爆 show 之後呢， Twitter 官方搞清楚件事啦，最後將小春妹妹個 account 解封翻。呢單我阿妹事件根本就係一部濃縮版嘅藤本樹漫畫，荒誕、黑色幽默，永遠估佢唔到，亦都解釋咗點解佢嘅漫畫可以咁自由、咁天馬行空，因為作者本人就係一個咁自由嘅男人。中意呢類影片嘅，不妨撳個掣訂閱我哋文化沙漠嘅頻道，再打開埋個鐘仔，咁喺我哋下一次出新一集嘅時候，你就會第一時間睇到啦。我哋下一集再一齊發掘更加多嘅文化綠洲啦，拜拜。